點解大公司嘅 App 每個頁面都咁統一？秘密就係設計系統 Design System 係一套完整嘅體系，包含設計原則同埋元件庫。佢就好似 Lego 積木咁，有標準化嘅組件，可以自由組合。無論你點樣砌，砌出嚟嘅頁面風格永遠都係統一嘅。一個系統通常包埋顏色體系、字體規範同埋間距設定，仲有各種按鈕樣式、表單元件同埋精美嘅圖標庫。最大嘅好處就係可以保持成個產品嘅視覺一致性，仲可以大大加快設計同開發速度，減少無謂嘅重複工作。如果有新同事加入，有咗呢一套系統，佢哋就可以更快上手啦。出名嘅例子有 Google 嘅 Material Design 同 Apple 嘅系統。如果你係自己做小項目，可以先由簡單嘅樣式指南開始，隨住產品慢慢成長，再將佢逐步擴展成完整嘅設計系統啦。